我演韋小寶嘅時候，曾經有人 challenge 過我嘅喺演戲嘅時候，喂，涼風有信，秋月無邊，點搞啊你？點解得唔得㗎？咁亦都到拍完之後攞咗去台灣做配音嘅時候，台灣嗰邊打電話俾我，喂，嗰個涼風有信咧譯做國語，你想譯乜嘢啊？我唔知你喺度咩意思喎嚇。不如我哋幫你作個第二啲嘢，創作個第二啲嘢，好唔好啊？話唔好，唔使，唔知係咩意思，有時都係好有意思嘅。喺創作上面嚟講，就由佢有部分嘢係唔知咩意思，然後等觀眾有一個自己想像嘅空間啦。唔使配做國語，唔使寫第二啲嘢，就照樣寫翻涼風有信，秋月無邊，虧我思嬌嘅情緒，好比度日如年，照寫唔該，照念國語唔該。如果衰咗，我咩咁樣咯？我覺得某程度上嚟講，我哋係需要勇氣嘅。我哋需要做任何嘢都係需要講得庸俗啲，係需要吉屎嘅嚇。我哋需要夠膽咯。你唔夠膽都得嘅。如果你甘於平庸，甘於平淡，平平淡淡就係福，平平淡淡我就已經好快樂嘅。亦都係一種嘅生活態度嚟嘅，唔一定。我頭先講過啦，天主從來冇要求我哋做一個叻人嘅，天主只係要求我哋做一個好人嘅啫。我想問下呢，而家好多人就話有佢嘅夢想，要用好多嘅力去追夢。咁但係即係有好多時上一輩嘅人就話一定要即係好似跟翻上一輩人嘅嗰條路嚟行。咁你會認為即係追夢嘅人，你會俾一啲點樣嘅建議佢，或者你會？即係想佢哋行邊一條路，係追夢啊，定係腳踏實地？明白。長輩話腳踏實地係當然係啱啦。一切嘅平步青雲都係由腳踏實地而開始嘅嚇。你講到追夢，到底係要讀好啲書啊，定點樣啦？咁其實呢一個其實都係我頭先都有所提及到。All depends 你嘅夢係乜嘢啦？如果你個夢係做醫生，而你又覺得你適合做醫生，你又唔讀好你嘅書，或者唔讀好你嘅 maths， 唔讀好你嘅biology， 咁你 chemistry 等等，你點做醫生呢？藥都唔識開，個 dosage 點樣計你都未識，點樣做醫生？咁所以 all depends 啊。如果譬如話我嘅夢想做畢加索喎。咁我讀 algebra 嚟做咩啊？可以㗎，我覺得係可以㗎，係可以㗎。正如Steve Jobs 嗰啲未畢業，係咪？佢 Harvard 未畢業，因為佢覺得係咯，佢做嘅嘢係未必需要再擺咁多時間喺大學度咯。咁所以 all depends 你嘅夢係乜嘢啦？同埋無論如何，你嘅夢係乜嘢啊？醫生好、律師好、工程師好、教師好、藝術家好、鋼琴師、舞蹈家，一切都源於你有幾熱愛。所以我好唔希望第日見到一位同學就係我做到一份好高尚嘅職業，但係我好唔熱愛我嘅職業。然後我每日返工係度日如年，雖則每個月我有好高人工，你都唔會有一個快樂嘅人生咯。其實你經歷咗咁多個挫敗之後呢，即係你話有行跟住又跌翻落嚟，咁你仲相唔相信就係努力就一定會有回報呢樣嘢呢？我相信嘅，我相信嘅。中國嘅古人所講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相信大家都聽過，係咪？但係喺我嘅概念裏面，呢句説話啱咗一半。喺我概念裏面，我會將佢 adjust 成為因應住唔同嘅 project 環境時候，我會將佢 adjust 成為2分耕耘1分收穫，甚至乎3分耕耘1分收穫，甚至乎10分耕耘1分收穫。你有耕耘，就一定會有所收穫。同埋睇下你要求幾多收穫，而好多時我最唔樂見嘅就係我見到好多嘅朋友或者啱出嚟社會工作嘅年青人喺我身邊亦都有好多，就係
反而同我調翻轉頭，佢哋嘅諗法就係、我希望係付出0.5嘅耕耘，然後得到2分嘅收穫就最好啦。你最好我唔使做咁多，最好我唔使咁出力，然後我又可以高高在上，咁就好啦。咁我覺得如果你哋將來出嚟做嘢係拿住一個咁嘅心態的話呢，咁真係天主保佑啦。我唔知會將會面對幾多次嘅碰壁，先至可以得嚟到老。所以你問我的話，我相信嘅努力就會有收穫，而呢個收穫係咪一定就係錢呢？呢個收穫係咪一定就係位高權重呢？未必嘅。而呢個收穫係乜嘢呢？到其時你自己會知道嘅。而喺福音當中呢，有一句説話我都常常 bear in mind 嘅，就係、凡含淚播種的，必含淚收成。OK， 凡含淚播種的，必含淚收成。如果講開福音嘅，亦都不妨同大家再分享多少少，就係我自己喺呢1-2年裏面，如果常常出現喺我自己心裏面嘅福音嘅説話，除咗頭先嗰句之外呢，另外仲有一句呢，就係聖經裏面話：凡高舉自己的，必被貶抑；凡貶抑自己的，必被高舉。It's all about 謙卑，謙卑有着數。咁當然啦，當你將來出嚟社會做事嘅時候，可能你哋會碰到好多人，表面上你哋覺得係好謙卑嘅，其實到 end up 你會發現原來佢係假謙卑嘅。咁呢樣嘢，呢個可能係你哋大家慢慢去探索咯。呢個世界唔恐怖嘅，呢個世界係唔容易，但係唔恐怖嘅。你哋用你哋嘅方法，用你哋嘅角度去 discover。你一生入邊咧都遇到好多好唔順利嘅事情啦，咁你認為喺呢啲唔順利嘅事情當中，天主為你帶嚟咗啲乜嘢呢？天主為我帶嚟咗希望啊！譬如我失去 BB 啦，我細佬嘅去世啦，喺呢啲面對生與死嘅時候，係人所不能夠去 handle 嘅事嘅時候，我更加需要天主咯。因為如果我唔係一個有信仰嘅人，我會覺得我可能會變成一個怨天尤人啦嘅人啦，又或者會變成一個好容易就睇唔到希望，然後放棄自己嘅人咯。可唔可以單獨影張相啊？好有 passion， 而家啲女仔都幾唔怕醜嘅，真係好勇敢嘅。嚟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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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好好啊！呢啲咪就係我所講嘅，需要一啲勇氣咯。做咩嘢都要勇氣嘅。我想問下咧，你除咗天主之外，你最想多謝嘅係邊個人？最想多謝嘅咧，就係其實除咗天主之外咧，喺我生命裏面出現過任何人啊，我都要多謝。無論係幫我嘅人啦、踩我嘅人啦、睇唔起我嘅人啦，我反而更加要多謝。It's true。如果唔係因為有一啲人睇唔起我、批評我，或者唔會激勵到我嘅 passion， 唔會推動到我嘅腎上腺素往上升，然後將我嘅人生耕耘得更好啊！所以我覺得喺我人生裏面，我面對任何一個人與事，我都值得我去珍惜。好，校長想問。就阿 Dicky 啊，我想最後一條問題都想你分享下，即係你話咧有2次被分手嘅經歷，因為我發覺而家嘅世代咧好多時啲仔咧好脆弱㗎喺感情方面。如果佢哋面對一個情傷嘅時候，即係真係被分手啦，你有冇啲咩嘅 tips 或者 advice 咧，可以教到佢哋點樣走出呢個傷痛？如果係對方係冇原因地同我分手，我有理由相信我要檢討我自己嘅。點解80%-90%嘅時候都係對方講分手呢？就仲唔係我自己有問題？咁但係每一次差唔多對方都係有好清晰嘅原因啦，而呢啲原因亦都係我覺得唔係我做錯嘅
嘅時候，你都要分手嘅，咁 OK，let her go 咁樣。我覺得當然我好傷痛啦，尤其是年青嘅時候，每一次失戀都係好傷痛嘅。但係我唔會將喺我生命裏面出現嘅任何一種嘅傷痛，將佢放大到同生命去相比，係冇嘢重要得過我自己條命，或者我自己嘅前途。我係愛你，但係我唔會為你而去放棄犧牲我自己條命，甚至乎我應有嘅正當嘅前途，我係唔會嘅。我覺得當我失戀嘅時候呢，有第二樣嘢去幫我分散我嘅注意力呢，係好有幫助嘅。例如我試過失戀嘅時候，我揾我好朋友啦，安仔許志安，去陪我啦。而另外一個精神寄託，我亦都試過呢，就係又係有關於 passion 嘅。有某一位女朋友同我講完分手之後，我翻到屋企鎖埋自己喺個廁所度，面對塊鏡喺度喊嘅時候，我一路喊咧，一路面對塊鏡咧，好傷心啊！然後同自己講：你睇住你而家個樣係咁傷心，你第日演戲你要演呢個樣出嚟啊！你即係呢個又翻去 all about passion， 即係我對演戲個 passion 係大到喺我咁傷感嘅時候，我都可以記住你第日演戲要演翻咁傷感㗎嚇。嗱，喊嗰啲唔係真係好似有啲好有型咁流定眼淚，未必應該唔係㗎嚇，應該係會點樣戚下嗰種㗎嚇。咁其實好多時發生好多嘅大事，喺我哋嘅當前嘅一刻，我哋會覺得天咁大件事，其實過咗之後真係覺得好小事。尤其是我而家諗翻我讀書嘅時候所發生嘅一啲嘅戀愛又好，或者係一啲嘅事業嘅打拼嘅挫折都好，我而家諗翻轉頭，其實喺我人生當中，只不過係好少嘅事嚟嘅啫。所以大家努力啦，方方面面都要努力。正如我頭先所講，愛情都需要 passion 嘅。咁其實作為一個家長啦，我就想問一問，你 passion 有冇一個 management 可以帶俾家長去 manage 個 passion？我遇過嘅女仔當中呢，就係如果我淨係一日到黑掛住去 please 佢，或者一日到黑掛住去陪佢，而荒廢咗我嘅事業，十之其九呢，呢個女仔呢，喺開始嘅時候會好冧，但係到後期嘅時候呢，會覺得唔係好對路嘅，佢都會係想自己身邊嘅男仔或者係將來嘅丈夫係一個好努力去愛自己，好努力去愛家庭，亦都好努力自己事業方面嘅一個男人嚟嘅。一個人每一方面都要去作出嘅 balance 㗎。我哋玩嘅時間啦，我哋談戀愛嘅時間，我哋讀書嘅時間，我哋工作嘅時間，我哋陪同學陪朋友嘅時間，唔單止係你哋呢一個時期係需要 balance， 就算嚟到我呢一個年紀，我呢一個嘅level， 我都需要去 balance 㗎。即係我一日得24小時，一年得365日，我點樣去用呢啲時間，同埋我精力亦都有限，我點樣去用呢啲精力呢？我攞幾多時間出嚟陪我太太，攞幾多時間出嚟去做公益事業，攞幾多時間出嚟去學校做 talk， 攞幾多時間出嚟去玩，攞幾多時間出嚟係我自己去買衫，我覺得好好玩。所以呢個 balance 呢，係你哋而家讀緊書已經開始要好好咁去學習如何作好呢個平衡。任何一方面失衡咗，你都會面臨一個挫敗。可能用你嘅例子，可能你用咗8年時間去做二打六咁樣啦，咁你不停學習啦，咁你會唔會曾經即係你對演戲嘅 passion， 你喺途中你係會覺得會有 loss 啊，咁而且令到你嘅 passion 去減少咗？咁如果有嘅話，你會
點樣做去令到自己去唔好放棄呢樣嘢，亦都同時去繼續堅持去努力咧？當然呢個問題係好好嘅問題嚟嘅。其實 passion 係會消失嘅，就算佢唔消失，佢都會減弱嘅。又或者會有一啲同學講話，哇 Dicky， 你話揾一份自己最熱愛嘅一個領域嚟到做自己嘅終身職業，但我冇啊，我都揾唔到我熱愛乜嘢，咁我何來 passion 呢？呢個又係另外一個嘅 issue 嚟嘅，揾唔到就盡量揾，盡量探索自己 ，OK？ 又或者 on the other hand， 我覺得我已經好快樂嘅，其實都可以嘅，因為平平淡淡、安安穩穩過一生，都係一門學問嚟嘅，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嚟嘅，代表住我唔去同人比較，呢樣嘢唔容易嘅。尤其是係活喺香港，我唔去同人比較，我對波鞋靚定你對波鞋靚，我唔去同人比較，我揸咩車，你揸咩車，我唔去同人比較，我有幾多層樓，你有幾多層樓，我有樓你冇樓，呢樣嘢唔係一樣容易做到嘅事嚟嘅。所以如果你哋可以做到，我冇所謂，我唔同人比較，我安安穩穩、平平實實，我就好快樂都得嘅。咁當 passion減弱咗嘅時候，係會弱嘅。人不可能永遠都係 keep 住對我哋嘅所愛嘅東西、人與事都咁高嘅 passion。咁點算呢？係要製造，我覺得呢一份嘅熱愛係要製造。我舉個例啦，當我演戲演到有少少煩厭，或者係唔知點樣做嘅時候，我就會去睇多啲人，睇一啲我覺得好好嘅舞台劇啦，睇一啲Oscar 今年 Oscar 係咩啊？最佳男主角係Rami Malek 係嘛？ Bohemian Rhapsody 嗰個扮 Queen 嗰個，我要睇下呢啲戲。我睇完部戲之後，可能我突然間就會哇，又再次我好有 feeling 啊，好有嗰股嘅衝動啊，所以主動去製造或者係提高自己嘅 passion 呢，都係需要嘅。而如何好難有一個 formula 話俾你聽，點樣去提高你嘅 passion？ 自己揾方法啦，自己揾方法去提高你熱愛嘅東西。你本身已經好熱愛，而家減弱咗咩？點樣可以增強翻呢一種嘅 passion？ 你揾啲方法啦。我嘅方法就係我去睇多啲其他嘅嘢，好嘅嘢，令我覺得 good 嘅嘢咯。而家咧有請盧詠琴總校長咧上台致送紀念品。呢個咧我就希望你咧係繼續加油咧，所以呢個係我哋高主教咧係出嘅一個嘅充電器，希望你繼續插電。多謝校長。好。